200米後向左前方騎行，進入鹽葵路。好，呢度歇一歇，等佢哋。100米後向左前方騎行，進入鹽葵路。等齊人啦，瀡落去㗎啦，呢度又瀡落去幾長啊？呢度。哇！呢個有個都好貴喎。貝仔角啊，驛站喺呢度。係啊，又係一個打卡點啊。向左前方騎行。嗰幾段大斜都見到嘅。向左前方騎行，進入鹽葵路。沿鹽葵路繼續騎行570米。500米後轉右。前面路口直行。你已偏航，已為你重新規劃路線，沿鹽葵路向東北方向出發，繼續直行6.5公里。急彎啊！Deep V 啊！前面路口直行。慢慢踩啊，冇咁快。靠翻右啦，梗係。係冇錯。前方即將進入上行陡坡路段，請注意行駛安全。好靚啊！150米仲可以。啱啱落翻馬路㗎啦。
落翻去就到㗎啦。睇行人啊，前邊。係睇行人。哦，得得，好唔該晒，唔該。所以就可能。未落咗去斜口先係啊！好，前面停啊！前面停，嗰個台度，嗰度影相。好，好停停。前方即將進入連續上坡路段。去。啲水啊！哦，呢度啊，呢度啊，喂，係邊場嗰度啊？我上來啦，而家都上來。喂，要試重線啊？我從重啊！我從未落過去啊！呢度我唔知啊。係咪高檔嘢嚟㗎？係啊。小心迎面車啊！前面繼續騎行6.4公里。係咩？大家起到啲花灣大橋咁樣，因為你飲一半啊！你已騎行10公里，相當於繞故宮騎了3圈。你已騎行較長時間，
請注意休息。前面路口直行。有交警啊，冇出馬路啊，冇出馬路，係啦。200米後向左前方騎行，進入深葵路。100米後向左前方騎行，進入深葵路。向左前方騎行，進入深葵路。睇車過馬路，等埋。係啊，睇住入坑啊！過馬路啊要。係啊，過馬路。冇咗啦嘛，要過對面馬路。啊，睇車啊！睇車啊！前面繼續騎行3.5公里。咁偏僻邊有人踩啊？除非去大棚啊嗰啲嘅啫。高龜嗰啲係踩馬路啦，仲同你踩呢啲啊？沿海咯都係，但係啲路唔靚咯。喂，你好，唔好理佢啦，明就明，係啊，拍緊你啊，係啊，電話拍好靚㗎，我 set 4K 㗎。唉，冇辦法啦，懶啊，費事用360啊。震先係寫實啊嘛。你已偏航，已為你重新規劃路線，沿深葵路向東出發，繼續直行3公里。你已騎行較長時間，請注意休息。你已偏航，已為你重新規劃路線，沿深葵路向東出發，
繼續直行3公里。你以偏航，向東南方向出發，40米後轉左。有車。係啊，有啲彎仲好玩啊！八甲灣啊！你以偏航，向東南方向出發，60米後轉左。拍緊你㗎仲，你冇突然間耷啊！哦，完啦，出發大馬路啦！好，等埋佢哋先。轉右，進入深葵路。你已騎行較長時間，請注意休息。